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18要去以色列访问，加沙走廊一间病院昨就发生爆炸，造成500个巴勒斯坦的民众死亡。昨暗10点外，一台游览车伫国道1号5股角杨梅高架桥，规台车着火，加载驾驶提前带14个乘客落车逃生。伟大创办人黄仁勋最近来台湾，早起嘛出席鸿海科技日，用实际行动来协调鸿海设计生产的电动车。先开始来看，就是拜登今仔要去以色列访问的敏感时机哦。加沙走廊一间病院昨发生爆炸，造成500个巴勒斯坦的民众死亡。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互相指控对方爱负责。约旦嘛宣布讲要取消18本地要伫约旦举行的美国、约旦、埃及跟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峰会。拜登嘛声明讲，对这件攻击案感觉真痛心。白宫今仔嘛表示哦，拜登的延后访问约旦，也毋过这阵嘛是会去以色列。这是荷兰无法度相信的一幕救护车到位，上车路车是一个荷兰坡的婴仔，转去头部染红的伤者，然后我看到一个后头裤拢是花的婴仔，过来是已经意识无清楚的人，亲人惊吓哭声为人群当中出来，了后看到的是半个身躯染火伫车昏迷伤者，一台搁一台拢是受伤人救护车到位，安尼警方一直重复。17加沙一间病院发生爆炸，数百人死亡，也是为以色列为保护哈马斯77对南部社区地面跨境攻击，发动目前轰炸以来上粗残的一个代志。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无人承认。巴勒斯坦卫生当局指控以色列恐袭。على مدير المستشفى الدكتور ماهر عياد ليقول له لقد تم تحذيركم بالأمس بقذيفتين الذي يتم تحذير فيه البيوت. 以色列军方表示有真侪恐袭，也有真侪火箭误射。דיווחים כוזבים של חמאס, נכון שאנחנו נלמד את הפרט.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IDF operational systems indicates that a barrage of rockets was fired by terrorists in Gaza, pass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Al-Hali Al-Ma'adi hospital in Gaza at the time it was hit. 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时下表示，这是被策划甲技术完全无正确，那个是要暗砍隐患，对百姓真惊人的罪行甲屠杀，这案件造成死伤惨重，已经引起规阿拉伯世界谴责。Said that it's the Islamic Jiha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ed rocket launch. Your response? He is a liar. His spokesperson and digital spokesperson tweeted that Israel did the hit, thinking that there is around this hospital a base for Hamas, and then he deleted. 这代志发生的时机点也真敏感。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18要访问以色列，高调表态支持。约旦已经宣布取消原定甲拜登甲中东其他国家领袖的高峰会。以色列驻约旦安曼大使馆外口，数十人示威者想要冲入去。约旦河西岸都市黎巴嫩爆发示威抗议，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用催泪ga斯扩散反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群众。阿巴斯宣布取消甲拜登的见面。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最近国际上是真无平静，法国的凡尔赛宫第4日前受到炸弹的威胁，昨又搁受到威胁。另外，伫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有2个瑞典的卡球迷互枪杀，犯案的动机嘛，甲最近的战争冲突有关系。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再次受到炸弹的威胁，警方经过几多点钟的调查，才解除这场炸弹事件。凡尔赛宫也恢复开放。这已经是凡尔赛宫4天内第2遍受到炸弹威胁。C'est une situation bien sûr inquiétante et tendue, mais on peut pas arrêter de vivre non plus. 在法国北部一间学校，13号一个车身的查甫人也倒入去杀人。伊讲伊是 IS 伊斯兰国的战士，大声喊着“禁止地带”。
这件事件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机场港包括罗浮宫、凡尔赛宫、巴黎里昂车站，拢受到炸弹的威胁。法国也立即提悬反恐警戒战绩。中东的以巴冲突继续升悬，法国国内反犹太主义的暴力行为也愈来愈多。目前已经有183个人被逮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伫阿尔巴尼亚访问时阵特别强调，欧洲如果面临着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Nous avons encore vu hier à Bruxelles, tous les États européens sont vulnérables. Et il y a un retour en effet de ce terrorisme islamiste. 另外，为了要哀悼几天前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杀害2位瑞典的球迷，在正伫欧洲举行的几多场2024次欧洲国家杯资格赛，伫赛前拢举行默哀仪式。瑞典总理在强调，绝对不向恐怖主义让步。De här terroristerna vill skrämma oss till tystnad och till lydnad, men det kommer inte att ske. 2位穿着瑞典球衫的卡球迷，16暗伫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一位45岁违法居留的突尼西亚籍的查甫人开枪抬死。伊抬人的时阵，讲家己是伊斯兰国的战士，要替穆斯林报仇，大声喊着禁止地带。要让这个查甫人在伫布鲁塞尔一间咖啡店，和警方开枪拍死。后面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反恐的战绩也自上悬的第4级降到第3级。今年进前，伫瑞典有批准烧古兰经的活动，引起全球穆斯林的怒火。这边的以巴冲突也和瑞典的民众成为激进穆斯林攻击的目标。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过来消息，过来关心昨暗10点外，有一台游览车驶入国道1号5股甲杨梅的高架桥落南的路段，驾驶雄雄发现讲车顶有一种怪怪的味，所以带14个乘客落车逃生。结果无到10分钟的时间，这台游览车就规台着火，加载无人着伤。有民众开车经过高速公路五羊高架时阵，看到外线路径有停一台游览车，规台车着火伫咧烧。游览车烧起来。国道1号五羊高架路南47.5公里的所在，17暗10点外，有一台游览车驶到一半，敢若是故障。56岁姓尤的驾驶赶紧将车内14位乘客落车逃走，无到10分钟，游览车就规台着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赶紧拍火，经过半点外钟才将火控制掉。那你怎么发现车子起火？怪怪的味道啊！开车的时候怪怪味道，有看到火光啊，就开到路边了啊。规台车烧到只敢剩车架啊尔，14位乘客又起分接班车再离开现场。为什么车会着火？驾驶讲也唔知。警方讲，若发现车有问题，人落车了后，就要面对着车来的方向，退到较安全的所在，请人来救。好在在这件事故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警消也伫咧继续做调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马来西亚一姓王的查甫人，甲朋友去爬南投的基内山，煞甲其他朋友走山，人佫摔落去10公尺悬的山崖。加载消防队赶紧去救人，人是平安。有专家就呼吁讲，爬山就要有专业人士带头，嘛要有领队揽尾，互相看头看尾，才袂发生意外。搜救人员用绳吊挂协助登山客脱困。一名27岁马来西亚籍的王姓男子，13号甲朋友总共10个人为南投入山，爬基内山主峰甲北峰。隔两天落山的过程当中，出落去将近10公尺深的边坡。队友是转去到山屋才发现伊无落山。王男以手机报案提供坐标，南投消防分队搜救人员是伫咧雨势甲大梦当中，最后顺利救出，倒转来到登山口。那我们到达之后，我们用绳索的装备先下放一个搜救者下去之后，评估他是还可以行走的状况之下，给他穿上我们的搜救的吊带，由上方去做一个拖拉往上救出的一个动作。今年7月，花莲也有8个人的登山队爬基内东人的时阵，一名队友伫咧山区失联，花莲消防局搜索3天才找到。搜救专家建议，登山队伍要避免走线失联，行进之间绝对袂当离开互相的视线范围，而且要向导领头，领队底后，确保队员的安全。行进当中，你绝对不可以超越前面的那一位向导，你也不能够落后于后面的那一位领队，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视线，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我们的队员的安全。
张鹤荣强调，登山民众会使早会当反光的行石波碎垫、甲隔音片的笔仔等求救工具，领队向导会使配卫星的电话，无线电以防不时之需。另外，消防分队是呼吁登山客应该评估家己的体能，做好准备，才过来爬山。记者南投报道。疫情转好，咱国内旅游的景气嘛开好，也毋过饭店欠工的问题嘛是搁真严重。行政院按算讲要开放饭店旅馆会当请义工，也毋过有劳工团体是认为头家永远拢欠愈少的劳工，所以因反对开后门。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是表示讲，劳动部一向的立场拢是以本国劳工的就业优先，嘛向业者发话，望讲会当互国人加一寡机会。较紧甲春金换新的帮扶人员用上短的时间，甲退房了后的房间整理好清气。疫情过后，旅馆业是看欠工花一冬外。行政院最近想要开放，互旅宿业引进移工，引起讨论。对这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表态讲，应该以本国劳工的就业大升，但是嘛表示讲尊重交通部的提案权。公布一项的立场，都是以本国劳工的就业为优先啦。是否要开放？还是要经过我们的政策小组讨论之后，才能够定案哈。那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开会的时候，院也认为说，应该要先优先媒合国人就业。柯明春嘛向旅馆业来发话讲，应该要加予国人就业的机会。不过因为进前推动的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媒合率是无够一成，旅馆业嘛有话想要讲。做这个工作业态的人越来越少。那鼓励二度就业，他们又因为这是属于劳力密集，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再继续从事，这个也是一个困扰。是。然后年轻人他有更多的其他选择，他们也不愿意选择。知识体大，因为旅宿业可以，那其他行业要不要开放？它就形成一个破窗效应嘛，这是我们担心的，而且它这样子会让台湾整体的薪资、劳动环境会持续的恶化下去。对引进旅宿的移工，劳团是真有意见，认为讲这个例若一开，其他的行业拢会对得学。柯明春是强调讲，劳动部会了解媒合率低的原因，嘛继续去问各界意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移工的人数已经超过74万人，也毋过有8万外人失踪。今仔日立法院就有立委指出讲，目前移工失踪的人数几当前比起来特别变倍咯。移民署嘛提醒讲，对查失踪移工的卡手确实是无啥够。Hello， 你是台湾人吗？这个穿乌衫的查某人，两手摸喺胸坎，徛伫咧积云山外口。新北市警察看这情形去解问，结果发现伊是失联的移工。像这种案件真多，因为咱国内外籍移工失联的人数已经超过8万，甲过去比加至少2倍。的确，我们的人力是相对的是比较不够了哈。规划来请征人力当中，请求多久？从去年。是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回应。内政部哪查不法，哪用专案鼓励失联移工家己告案，也毋过互立委质疑成果有限，愈掠人愈多。移民署也讲，因即马卡手无够，追查有困难，也毋过要立委认为移工的逃走甲中介有关系。中介费，我想是最大的一个源头之一，所以这个有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去做讨论？我们失联移工查历之后会有像收容遣返一些相关费用，这个部分现在目前几乎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相关经费来支应。那这一部分我们希望未来要产生一个连带的一个效果，让外国中介有这样的一个承担。伫台湾的外籍移工人数有几60万，伫咧做制造业、家庭照护等工作。李伟讲，移工人伫咧沟通上有困难，是引起因逃走的原因之一。建议加强移工的语言能力，伫引进移工进前，要设一套语言认证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第一阶段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注入，今年麦当主国产的高端疫苗也毋过嘛引起争议。有哪样立委就质疑讲，高端的流感疫苗临床试验的资料无够完整哦。小数是强调讲，高端疫苗有效法规，伫韩国佮台湾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嘛拢证明讲有效性甲安全性拢无问题。
组织下就会当预防流感病毒。第一阶段公费的流感疫苗已经开始做，包括65岁以上的4大人等等11类的对象。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的家医科门诊的公告，10个流感疫苗的牌仔是高端，有真侪4大人去病院领慢性签的连续处方签，先刷注流感疫苗。本来是听到高端有点怕，可是医生说那个是进口的，然后高端分装的，我想说没关系啦，甲我注较好就好啊啦，注迄个会使感冒着较好就好安尼啊。卫福部疾管署今年拢总是买700万剂流感疫苗，包括国光、赛诺菲、东洋和高端等等4间。高端是第一摆加入公费的流感疫苗，不过却引起真侪争议，甚至是出现一堆人拒绝注。除了部分地方政府是禁止高端入去到学校，有南洋的立委质疑讲，高端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资料无完整，无法度让民众信任。对这，食药署是回应讲，高端的查验登记拢有符合法规。即使他在国外做，他也会把不同的族群也纳进去，不一定要到当地不同的国家去执行。食药署强调讲，综合韩国和台湾临床试验的结果，确定高端流感疫苗会让支持疗效和安全性、和接性的试验评估，嘛显示讲无做观察的疑虑。另外，高端申请审查的资料，根据药事法的规定是营业秘密资料，未当公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中科技战冲突扩大，传出讲美国会进一步来限制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到中国，防止中国的军事发展哦。包括辉达、英特尔、乔比等美国大厂，拢可能会受到影响。有专家嘛认为，可能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订单。最近哦，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过来到台湾，伊今仔早起嘛出席鸿海科技日，用实际行动来消停鸿海的电动车。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加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最近在马路边电动车出场，一路车就成做大家注意的焦点。鸿海科技日18进行，刘永伟讲，鸿海研发的低轨道卫星已经装上好势，按算11个会当成功。黄仁勋伫咧徛台时阵，欧陆鸿海伫咧伺服器软二体整合技术有领先地位，心情敢若是无受到美国金属晶片出口影响。It's a beautiful car. This is an ideal car for a young couple like Young and me. 美中科技战愈来愈严重，怎么传讲美国刚才宣布禁令，计划要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也进一步限制出口到伊朗、俄罗斯等国家。外界点名辉达、英特尔、乔比等美国大厂，恐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最近辉达才杀出劣化版本的 A800 加 H800 晶片，这符合美国先前同意的出口到中国的规范。这嘛新的规定将会限制这两种晶片出口。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讲，新规定是要限制中国摕到美国人工智慧等尖端科技来进行军事发展。美国的政府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拖累中国大陆在 AI 领域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中国的晶片厂商未来就不可以投片到台积电。另外，新的规定也将先进晶片出口应该摕到许可的要求扩大到40几个国家。美国想要全面防止先进晶片透过第三国家输往中国。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透过声明批评讲，新的规定对促进国家安全无帮助，顶多是损害美国半导体生态。其实最直接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台积电的这个部分。一方面的话，如果说 AMD、NVIDIA 他们的人工智慧的晶片，甚至是高速运算的晶片，没有办法销往中国大陆，他们的业绩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势必的台积电的头单也一定的会往下掉。蔡焕兴分析，美国晶片销量恐将下降，连带影响台积电的订单，也有其他增援台港的大商，所来效应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进前去美国演说，批评讲有部分的美国人士想要把台积电当作武器，让台湾变作是第二个乌克兰。嘛质疑讲美国有国会议员介入台湾的选举。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对马英九的讲法表示遗憾。另外，针对各座唱水南涉密案，吴钊燮嘛将烦恼讲会影响到台韩的关系。
前总统马英九进前伫美国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讲到有部分美国人士想要将台积电做武器，将台湾做战场，和台湾加做第二个乌克兰。佮指出有部分国会议员介入台湾选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被对这讲法表示遗憾。对于他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到其他的国家去指责那一些支持我们台湾的人，那我想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有一句说法，就是政治不跨过边界。吴钊燮认为，政治进步到其他国家，国内政治都要放一边。最近，江南各州涉美案件继续滚价，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指出，有透过外交部将资料提供韩国驻台代表处。吴钊燮佫澄清，绝对无带回联系驻韩代表处，只有提供公开代表处电话，也反复强调台韩关系。韩国代表的电话不是吧？不是，那个他自己找就好了，还问你们干嘛？对，就很奇怪。我很担心是造成这样子的这个冲击了哈。到目前为止，那个在外交的层面、在经贸的层面、人员交流的层面，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冲击。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是新闻驻美代表萧美琴是不是会登来台湾参选副总统？吴钊燮表示，伊无法度回答假设的问题，台美关系未受影响，会永远是美帝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宣布要放弃伫桃园龙潭科学园区3期设厂，嘛引起真侪讨论。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嘛口说讲，选到人真重要。桃园市政府是批评苏贞昌，伊唔通拢是政治的嘴烂。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的案件引起周边居民的抗争。台积电宣布，伫现阶段条件之下，无搁考虑进驻龙潭科学园区3期。立兄是一直批评桃园市长张善政选前承诺全力协助台积电来到桃园，转头煞带头赶走科技大厂。你自己也自诩科技市长是唯一能够引进国际大厂商的市长，结果没想到您就这样把国际大厂商扼杀在自己的手里面。桃园市政府不管是经发局，不管是地震局，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的消极，都没有针对老百姓来做一些沟通。国民党是讲，台积电要去龙科设厂，本身就是配合去年市长选举操作的假议题。只有这些政治人物一直讲台积电，那现在呢？这一群由民进党的家属组成的自救会要去台积电抗议了，那台积电当然就不能再演下去了嘛。台积电宣布放弃进驻龙潭科学园区3期，引起热烈互呛。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也口说，选对人真重要。桃园市政府是反对党批评，苏贞昌应该发挥院长的高度，以国家产业发展做重点，唔通只做政治吹烂。产业发展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大计，非常严肃的课题。要沦落到政治口水，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应该是非常谨慎的来看待，那把它浓缩成一句简单的政治口水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有失一个前行政院长的风格。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为杨梅、龙潭到平镇建立一个产业带，是选前提出的重要政见，非常乐见龙潭科学园区扩建，市府也应启动周边区域长远的开发规划，同时照顾居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审查囤房税2.0的修法，计共是21个修法的版本哦。有党团定囤房税率上悬定到8%还是10%？行政院提出的版本上悬是4.8%。财政部是表示讲，因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嘛强调讲囤房税无应该定了上悬。引起各界关注的囤房税2.0，18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摆审，包括行政院阁有朝野立委的提案，拢总有21个版本要审查。若每一个版本之间主要的差别有税率、税基改革、扣税时间、厝价较低、免税条件，阁有囤房税敢是要拨入主题基金等等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需要透过修法，把课征差别税率的门槛提高，避免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由实力所提出的中央统一征收，并且依据个人全国归户多屋冲税，然后出租免征以及这个偏乡免计的原则，然后去制定一个空屋税。
这届敦邦税指点控修法的重点包括调整税率、扣税简单化，搁要鞭策地方政府落实差别税率。伫全台湾任何所在，若准毋是家己大，无税互别人，嘛毋是继承摕到的徛家厝，全部拢爱甲扣做伙。调悬税率的范围是2%到4.8%。按地方政府拢应该按照所有人伫全台湾所有的户数来定差别税率，而且爱采用全数累进来扣税。按照党团提案，敦邦税税率极低应该是8%或者是10%，这比行政院的版本4.8%是搁较悬。不过财政部认为，房屋税是对财产的扣税，所以这税率的定定就要斟酌。拉到一个很高的目标不是不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是知易行难啦。如果单看那个税率，所谓10%、8%和跟4.8之间差距，但是要看的是全国归户。也就是说，你散落在各县市政府的，你要全部归在一起。你房屋的户数落在哪个集聚里面，你用这个集聚的税率，而是你只要超过这个户数以后，你就是用每一间房子都是用这个最高的一个税率来课征。就地方政府应该就要用这个来课，就要来这个课。所以对于还没有实施差别税率的地方来说，它是一步到位。财政部表示，若准修法的法案会当伫这会期3读通过，以到113年7月实施。114年5月立房屋税时阵，就会当使用新制。记者吴雅竹、张国良台北报道。位伫台北市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新隆社区，占地4000平，目前是台北市上大的盗景案。也毋过有监察委员发现讲，新隆社区甲附近占地170平的大校大楼，其实是登记伫同一笔的土地。也毋过台北市政府煞准大校大楼家己拆掉登记。后来又搁审查核定新隆社区是海沙厝，爱要求住户都爱家己拆掉，严重去影响到所有权人的财产权益，所以针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伫台北市爱国东路甲灵坡东街小交的一片土地，有新隆社区，也有大校大楼。因为新隆社区互人认定是海沙厝，即阵要推动都市更新。不过，这个社区甲三角桶的大校大楼，其实是用同一个地号。即阵有170几平的土地使用权的大校大楼，则是新隆社区的使用。这个楼梯是新隆社区居民主要的出入的通道，不过这个楼梯的土地使用权其实是隔壁大校大楼的使用权。即摆就因为这个使用权的问题，衍生出侪争议。这170分袂使影响到阮的权益，在一起，那大家来平均分摊的嘛。但是即摆若讲伊这170分要安怎解决？市政府才有法度来处理。监察院对查原因发现2009年的时，台北市政府允准大校大楼重建，不过却无甲使用同一片土地的新隆社区详细沟通，甲土地分割清楚，地处即卖的纠纷，所以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这就现在他们也在告。互相大家都在主张。我们在约询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台北市政府都跟处讲，我们不会让他参加都更，你不要让他参加都更。我请问你，那178坪要不要缴地价税？那他的权利在哪里？这个案子牵涉到早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们对法令的了解。那早期的公务员显然比较对人民的权益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尊重，有很多的那个关卡都有机会更正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都没有做。监察委员讲，这个案件是过去较大，台北市政府坐错误的决策，地区即摆的问题真好解决。记者是这联动台北市建管处到这个进前，台北市政府是也未回应。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去年国内有3000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行政院伫8月通过《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草案，送立法院审议。立法院今仔开公听会，有民间团体建议讲，对驾驶人就应该爱有定期搁再训练的制度，嘛爱互心障者的团体来参加会议，等等的建议。交通部长阁在是表示讲，会来参考，嘛会进一步来讨论。用路人明明行伫个斑马线顶悬，却互倒滑的乌色的修理车直接弄着。搁来亲像这种道安事故是一直出现，想要买红叫做是行人地狱。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草案公听会，找各部会和专家学者来做会研议。1970年日本道路交通的事故达到16765人次，同年订定交通安全对策基本法。那它在2022年的死亡人数已经降到2610人。希望讲下当学日本，这个国内已经等20档的草案，拢总是分作5章27条，内容包括点行人交通安全设施优先改善项目。
省立院及交通安全会部等等。参加会议的立委和专家学者拢认为讲，虽然草案阁有真侪无够好的所在，但拢希望讲先有再阁求好。先求有再求好，因为如果这个会期如果没有过的话，这部法律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再通过。本草案对于道路无障碍规范没有太多的相关文字，未来建议纳入本草案的条文当中。若没有一些配套，甚至没有完善的道路交通设计，那对不起，最终只是把我们的这些职业驾驶逼上街头啊！去年国内差不多有3000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今年8月举行甲路行予人民的大游行，民众不满抗议，争取一条安全回去厝的路。即马政府是回应社会期待，并伫个立法院本会期会当通过草案。有学者嘛希望讲，设国会监督机制来增加人民参与制度，避免草案敢若是变作参考的指标尔。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家长对安怎来管理囡仔使用手机，拢真伤脑筋。高雄一间国小的导师就提出10个理由，所以建议讲毕业旅行囡仔就莫揸手机啊。后来家长嘛同意，所以全班拢无揸手机啊去毕业旅行。这个行动伫网络嘛引起真侪讨论哦。校长是表示讲尊重网络无共款的意见，也毋过嘛望讲外界会当来尊重学校、老师、各有家长因做伙讨论的决定。最近是毕业旅行的季节，高雄这间国小嘛有规划要互毕业生做伙户外教学，但旅游敢会当揸手机，伫咧同学之间有真大的讨论。有班导书面册写出囡仔无适合揸手机的理由，亲像是家长无法度管控时间，手机有可能算掉的，以及旅游无法度进前来享受，最后甲家长达成共识，全班的同学拢无揸手机，所以嘛引起网友真广泛的讨论，正反的意见拢有。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时候家里如果有事情要联络，或者小朋友有事情要跟家里讲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呀。全班只有他跟另外一个同学没有手机，而他回来跟我反映的是，就是同学都只顾着玩手机，没有人要跟他聊天，然后玩扑克牌，可能大家也没有兴趣。3C 产品对同学来讲比较好玩。学校尊重无同款的声音，不过嘛，请外界尊重学校的教学理念。嘛，发现囡仔无揸手机，其实互相的互动更较密切。回归到没有手机那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旅行，看看是不是能够让孩子能够真的体会到户外教育的意义，这样才不会本末倒置。乡市教育局表示，学生使用手机的规范，通常是特生会当早去学校上课的时阵嘛，统一来保管。不过管理权限也是伫学校。户外教学虽然有一寡春秋的空间，也是由学校来家己决定。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今年全国的中小学，不管是在业还是代理代课的老师，拢真欠哦。偏乡的老师是个愈欠。立委陈椒华早起指出讲，偏乡教育条例已经实施6档了，也毋过因为补助上过少，无啥物鼓励作用，要求教育部应该爱检讨。9月开学到今，全台湾抑有真侪偏乡较细境的学校，抑有直咧欠老师。立委陈椒华指出，偏乡教育条例施行6年，看不到健全偏乡师资的成效，包括东台地区。加急从台北到玉里的单趟的这个车票的费用而已。东台湾地区的加急一个月只有675人，无法度提升老师到偏乡的意愿。也若偏乡的救任奖金，若伫一般偏乡学校服务满8年有7万块的奖金，毋过这主法拖袂到3年，要等到2025年12月，才有可能发出头一条奖金。其实年改都能够把87年以前的这些机制都给追到了，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却无法给予足够的奖金来挹注他们，让他们有那个继续留下来那个动力哦？陈椒华花莲服务处主任陈庆元过去90年拢伫咧偏乡代理代课，伊讲偏乡师资的主战力已经是代理老师，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甲服务年资列入去各县市较真的加分依据。新北啦、屏东啦、台东啦、彰化，事实上针对偏远地区学校的这个部分，他如果有在那边服务过，他考教甄都是有加分的，持续的来跟地方政府来宣导。教育部指出，继续含地方宣导，甲代理老师年资列入去较真加分的要件，也若救任奖金，敢有法度甲过去列入去，修法必须爱先有共识，才有法度推动。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的市场古迹西市场整修完成了，嘛彰显这上水的古迹市场。也毋过有店家伫入口的所在放桌仔伫泡茶，附近佫有卖这本色。市场厨师表示讲，店家无了解讲，伫古迹内底哦，袂当用假水下水来泡茶，嘛已经提醒店家咯，卖来加强维护。民众迄落来，真顶爱西市场古迹入口处的入面，无受到既然出现有家己设置的茶桌仔，下骹甚至佫有假水桶，意思是摊商趁着休困的时阵来装饰。若假水桶放伫公共所在，迄就较袂使安尼。伊昨来我有甲讲啦，我讲啊，人讲你点记讲你伫遐泡茶啊，讲啊，咱都忙啊，咱都忙伫遐泡咧，迄也无啥啦。啊，其实拢差不多几分钟啊啦，毋是讲足久的问题啦。其他的摊商是出面帮伊讲话，不过古迹出现明火设备，确实是互人带一个。事实上，位于中西区的西市场，到入面超过2亿修复完成，将伊是重现日本时代的大菜市，真华丽的建筑外貌。但是目前煞无法度互所有的摊商甲进驻，甚至近期古一边啊，佫加了一大堆粪扫，实在无符合台南市巴印象。市流处紧急派人来整理，感觉很不好啊，这个卫生。给人家讲说，台南市为什么这样？对此，台南市市场处是回应，因为部分摊商无古迹营业的经验，才会出现家己放茶桌仔的状况。那因为刚进驻的摊商对于古迹市场相关的一个法规还有维护特别是不能生明火的这些相关的项目不是很明了。那未来我们会加强所有摊商在古迹市场经营的一个教育。台南市的西市场是日本时代所起的，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整修了后，市场用叫做上水的古迹市场。以后小市场处嘛会加强摊商古迹经营的教育，甲古迹来并存，恢复过去暴增的经济员工。记者郑云大报道。来看宜兰火车头的边仔有2栋铁路局旧的仓库，甲一寡历史建筑，县政府拢要委外来经营管理，也毋过7月招标，嘛已经流标3届咯。即马附近拢乌乌暗暗，民众嘛真烦恼安全的问题。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来检讨标案嘛会搁再来办理招标。伫宜兰巷口电火正暗无啥人，经过民众讲，这看起来真稀微，暗时搁这么暗，恐怕对治安会造成影响。我会觉得应该有一些商家进驻，应该是要不然太空。有一点比较那个怎么讲，偏僻啊，像人迹罕至的那种感觉。宜兰巷口本来县府是委外户古书柜经营，不过因为属约的征集，古书柜伫咧7月收起来，空间就一直放喺遐营到即马。县政府将巷口甲周边同款是历史建筑的古天上房，最近办委外招商，到即马流标3遍。有面代讲是交通不方便，权利金伤悬，一年爱70万，业者无谈。那70万的话，等于1个月平均要6万块，大约6万。那你想想看，他6万块，他进驻的点还要人事开销等等，1个月最少都要夯不啷当，一定要10万块起跳。所以他认为来这边，他一定做生意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啦。宜兰巷口仓库加古天上房是伫咧宜兰市的中心，华火车站加知名矿场是宜兰的门面，希望好好开发。做未来修正之后我们也欢迎。所有意愿的经营厂商都能够踊跃来投标。县府讲，因招标过3遍，其中1遍无厂商来投标，另外1遍敢若一间厂商经过评选，服务建议书的内容无符合评选的标准，无法度完成委外。所落来将会检讨标案内容，赶紧办理委外招标的程序。活化巷口的目标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档陆家兰是真受到欢迎。伫高雄有一个老大人，3个月来伫南马客一间店偷走65丛的陆家兰，店家是损失10万块。壁道上一板一板绿色食物，看起来真解郁。现代人拢会买这种小小盆栽，放伫厝内是办公室。陆家粿最近是食红的食物之一，不过高雄着老人去歹心，3个月前趁着透早无人的时阵，入去南马客一日原价店15摆，偷摕65板的陆家粿，价值大约是97500块。差不多60几磅，有一段时间安尼，伊敲倒摆，所以一档摕几磅安尼摕去，共窃走65株名贵鹿角蕨，总计损失价值约新台币97500元。
罗角粿伊的价小为几百块到几百万拢有。今年即阵珍妮主路罗角粿才以600万现金互人买去，无仅是全球单笔上悬罗角粿交易的金额。原价店的业者表示讲，罗角粿价差会遮尔悬，是因为品种数量少，佮加上主路罗角粿是进口，成长较慢，才会遮珍贵。伊生较慢，因为阮店无迄种物件，阮店拢较平价的物件。我嘛无做了解迄个价位。前一站的时阵，因为市场较夯，伊的数量嘛无足济，所以事实上价钱就较悬些，几百块到几万块拢有啊。系啊，即马较无遐贵啊，即马较俗小看，因为台湾的量有较济小看。目前警方已经将老人抓到，并且伫伊的厝内底发现偷摕罗角粿。嫌犯表示讲，伊干那收据藏伫厝内底欣赏尔，并无要转卖，而且最后嘛甲所有罗角粿拢还互店头家。警方也以7刀罪来移送。记者将伊回区招用高雄报道。20号屏路伫8月去小琉球水下10公尺来进行生态的调查，伫真侪观光地点发现讲，每平方公尺的范围内无半只鱼仔，就算有哦，嘛拢只有5公分到7公分，是真细只，状况是比垦丁搁有绿岛较歹。厂水人员伫咧水底10公尺深的所在游船划线，准备要来好好观察海里鱼类生存的状况。拄到会当看到几只。款团20号平伫咧8月中下旬，找调查团队来到小琉球6个景点的沿近海调查生态，其中5个地点每平方公尺平均敢若0.4至0.8只鱼仔。鱼仔分布的密度比垦丁甲绿岛也搁较低。其他的地方都不到1只鱼，其实数量是非常的少，而且体长也非常的小，它平均只有5到7公分，鱼类的资源都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20号平指出，其中伫咧花干礁生态变化上大，每单位面积平均的鱼仔数量对2010年的2只半，减少到今年的0.6只，显示鱼类的资源正咧衰退。研究团队嘛发现到真侪地点酸污分布无到30%。而且酸污大体系嘛出现有色物种单一化的趋势。那小琉球反而是雪上加霜，就是人为的污染破坏非常的多，那又再加上气候变迁的冲击的话，那它就挡不住了，所以它现在衰退的非常严重。学者认为，要保护小琉球的生态，目前上要紧的是要改善人为的污染，也该设置保护区。20号平认为，要赶紧推动海洋保育法。才会当真正来保护海洋资源。也若敢要针对观光客来管制人数，也是受上岛保育的费用。当地观光发展协会表示，居民有一半支持，一半反对。若要达成共识，恐惊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口湖的新凉湿地生态是真丰富哦，也毋过最近这几冬湿地积水伤济，嘛造成鸟仔的生存环境愈来愈歹。林业署哦南投分署就请专家学者做伙来讨论，未来按算的伫寒人来强制排水，嘛来进行监测，望讲会当来改善湿地水位上深的状况。新凉南仔地生态丰富，是台湾西南沿海重要的生态地点。但年12月到过当年4月，是鸟仔类数量的高峰期。过去捌记录到30颗120种的鸟类，包含未少保育类的鸟仔。不过因为最近南仔地积水伤济，害鸟仔生态地愈来愈少。地层下陷而导致水位的变化。一般我们的水位都会以掌握在1到20公分的位置。来给候鸟做一个栖息的地方。那如果当这样的环境改变的话，其实就会导致有很多的候鸟不再来。为着要了解新凉南仔地水位变化甲解放，林业署南投分署最近邀请相关单位甲专家学者讨论，希望透过监测水质，也有南仔地鸟类状况，强制排水或者是找出水文调整的方法，减少南仔地恶化的现象。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把透过水门操作或是抽水机，先把那个湿地的水排干，然后看它后续水流多久会满，然后还有它的水深的那个深度的变化，还有盐度的变化。看水文操作之后，它的成效怎么样？
林业署表示，透过新农南仔地保育公司协力平台，邀请公部门基金会甲专家，针对生态保育，因已经有初步的想法。不过，因为影响南仔地水位因素复杂，也阁需要关府水利处等单位继续监测，找出改善南仔地积水上深的方法，避免焦虑生态地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的环保局伫遐只发现污染的水液将移动式的水质监测器哦，一发现问题，就需派人去稽查。在地环保团体是表示肯定，也毋过是望讲环保局就要加重处罚，才会当来减少污染。这间农村的 PVC 水管内底温状就是监测水质的感应器，那温度 pH 值容许量、导电度等出现不正常，透过无联网结合团监设备，检查人员应透过手机第一时间掌握状况，就去检查。处理一共补助我们10台哈，那我目前设置了一共有8处的位置，那主要分布在一些民众容易屡遭陈情的一些河段区段或者是排水的区域哈，来做及时的一个监控。不过，花莲人对水污染感受上深的，就是花莲溪出海口附近抓进抢排垃圾水。最近有人发现花莲大桥一口一大片垃圾水有怪味，官员认为加差开发好亲像甲民众观感落差真大。花莲溪的这个过了这边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级湿地，政府部门可能要在民众的观感这边再加强要求厂商，譬如说这个颜色部分、臭味部分要处理。而不是说这符合放流标准。环保局强调，抓进抢污水排放监测设备是高规格自动连续监测，目前监测污染站拢伫规定范围内底。管理管事业单位有500多间，包含花莲溪、美仑溪、七卡川溪甲一寡大牌拢有监测，请民众唔通卡到这设备，才袂影响相关数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12届的总统文化奖总颁奖，歌戏国宝廖庆基创新古早文化的张市典，各位跟做20多档的环保节目，公司的咱的岛拢得奖，咱做伙来看卖。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济歌戏后辈决定看歌戏第一颗弹廖庆基上台，伊一世人注心咧歌戏演出，也深入社区传统歌戏，得到文化金韵奖。希望咱台湾歌戏土生土长的艺术，会当久久长长发展落去。在此跟在此为传统歌戏能得继续保存。台湾民间信仰，若亲人过身，办丧的时会烧纸厝这寡物件。艺术家张市典以传统古早文化结合当代艺术，变做影片，得到青年创意奖。有几个作品是包含非常 local 的生活，那像是在菜市场会看到的一些扁掉的死老鼠这样，那也是我的作品之一。但它是用纸做的，重现的。用镜头让大众关注环境的议题，公共电视的节目《咱的岛》20几年来千外集的节目，深入台湾每一角市，带观众关注环境，得到社会改革奖。那我们也很忧心，有很多不公义的环境政策正在发生，尤其在政策的选择上，往往环境、生态、土地跟社会弱势是被牺牲的。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危境之战。咱在台湾有济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人口，但是定互人歧视。南洋姊妹会踮伫台湾要30年，做消除歧视的工作，也推动改革，得到人道奉献奖。那噶玛兰发展协会伫花莲传承噶玛兰族摇戏团的技术，用建筑师做出一匹布，得到在地希望奖。总统蔡英文讲，这款得奖人拢来自无共的背景，但是拢在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深化台湾文化的内容，拢是咱尊敬的对象。记者阮条水台北报道。国立台湾图书馆最近办真侪汉诗的活动，除了有展览、讲座，阁有用台语、客语的汉诗吟唱比赛。今年的国庆典礼，歌手杨烈甲立法院长游锡堃拢用台语来吟唱汉诗，互民众印象是真深哦。游锡堃嘛讲，看到愈来愈侪民众认捌汉诗，伊感觉真安慰。
看囡仔用素派台语播短剧，那是不是嘛？互大家看到本土语言的推行成果。本土语是咱珍贵的资产。双十大典当中，用力用台语吟唱的宜兰梦，伫网络顶引起真侪讨论。按10月开始，汉诗推广特典伫国立台湾图书馆起稿，要展出汉诗的发展史，也要伫12月办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希望延续本土语言吟诗的关注热度。我们希望透过比赛，更落实在平常的素养中。希望所以明天开报名，12月好，让全国的高中以下的学生来报名来比赛。立法院长尤锡坤指出，1950年代了后，独尊华语做国语，本土语言退出校园，一直到2018年国家语言发展法三读通过，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等等拢叫做国语，保障族群语言的传承、发展和公共传播。尤锡坤嘛感慨，有即卖的成果是真无简单。国庆大会甲早大会致辞拢是国语嘛，咱即届至少伫内底有用台语来朗诵汉诗。而且佫有请杨丽安排杨丽来吟唱。我任期都佫3个月，任期要下任之前有看到这种成果，感觉真欢喜啦吼。台湾图书馆所办的汉诗吟唱系列活动，除了展览比赛，也佫有3场讲座。像经营活水来采访卖奖业黄进兰，也是其中的一场。希望透过多元的活动，互本土语言生活化。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台湾戏剧学院最近的举办艺术季哦，伫歌戏的部分是邀请王金英老师、各位小米老师2位国宝来看教学生。剧本哦嘛改编做全部拢是四句人，对学生的台语程度是真大的挑战。咱做伙来欣赏。即马伫舞台顶长伫搬的，就是《甘国宝过台湾》。这出戏伫台湾已经流传真侪年。今年由歌仔戏的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王金英老师和小米老师，甲因的功夫拢教予台湾戏剧学院的学生，按算要伫11月演出。这出戏原本是内台的连本大戏，王金英老师甲要演10天的戏改编做2点钟，由小米老师编排骹步手路。当伫咧排的时阵讲，哎呀，是要安怎带上舞台咧？安尼心肝安尼足急的啦，毋过急嘛急无法度咧。这戏的部分、唱腔的部分是爱一步一脚印。2位国宝级的歌仔戏演员亲身看教学生，除了重视身段，嘛真要意学生的台语发音。王金英老师讲，这届特别甲剧本改编做全4句人的形式，除了表现台语的艺术性，嘛毋望学生的台语腔爱讲好正，互观众在看戏的时免看字幕嘛听有。演戏的精神最重要的，搁有安怎甲身段，安怎甲情绪，安怎甲字教好正。这最重要的。王金英老师甲小米老师，因的唱腔拢甲别人搁较无共款，这也是真困难爱去克服的。甘国宝过台湾这出大戏，会伫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所办的乌公山式艺术节活动期间演出。除了歌戏、演歌，也有客家戏、京剧等等计共13场演出。活动按10月中办到12月初3，希望会当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精彩的戏剧演出。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迪士尼动画哦已经创立100档咯，为着要庆祝100档，所以发表新的影片，计共有500外个角色做伙来庆祝迪士尼的生日。最近等个罢工的好莱坞演员工会哦，嘛因为不满迪士尼拒绝加薪，去迪士尼的总部抗议。Is that it? They all gone? Oh boy! Come on, Minnie. 迪士尼环境百货推出9分钟短片，由迪士尼上经典的动画角色米老鼠展开，受到历年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所创作的角色同齐做伙，为白雪公主到102电狗，为玩具总动员到冰雪奇缘。有500多位漫画人物共同参与这场生日会，片中无被记得向已经过身的创办人华特迪士尼致敬。Darryl Zanuck, distinguished producer, receives the Legion of Honor from the French consul. 华特迪士尼伫1923年甲弟弟洛伊迪士尼伫好莱坞成立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因推出的第一个漫画角色，其实是一只叫做奥斯华的幸运兔仔。
不过因为合约问题被迫放弃。后来华特迪士尼在坐火车的时，创造出一个以鸟翅为原型的艋舺形象，才让米老鼠在1928年透过《气准为离合》这部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动画片，一个出名。8年来，除了伫动画世界时代磨练，迪士尼后来更加积极的扩大版图，设立将人影视制作成立主题乐园。苹果电视台甲体育频道同时推出串流平台，成做出名的多元跨国媒体集团。也毋过，到伫迪士尼成立100年的重要时刻，当日白宫的演员工会刷出自迪士尼加州总部头前游行示威，以另外一种方式为迪士尼庆祝生日。Today is the 100-year anniversary of Disney Studios and day 95 of the SAG-AFTRA strike. We would love to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 with Disney, but unfortunately the CEOs walked away from the table just last week. So we're going to hold a party of our own out here. 迪士尼最近几年经过疫情等因素冲击，造成营运落盘。内部目前当咧进行整顿，今年以来已经裁员7000人，营运罢工危机，恐惊只是经过8年的迪士尼未来需要面对的经济挑战之一。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下播报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比较多的正式教师的缺额出来，很多的代理教师考上了，就是有缺额的产生。今年若是以未来看，其实物理欠真济，路顶外人分享，因为物理老师可能拢走去企业工作啊。像我进前学校，一年就走10几个老师，有的是退休，有的是代理的这种。现在的慌的状况是这样，大家都想当正式，但是大家没有想要当代理。礼拜日暗时7点半，台湾技术铺。退休的生活吼，无计较讲赚偌济钱啦吼。上主要是讲吼，创造一种吼，为社会需要的价值。对。那是不能去老人村、养老院，就是迄种放散安尼啦。咱过咱家己的生活，啊，莫有是世烦恼。对。啊，咱嘛当，咱虽然住遐，咱嘛当去遐看嘛，来甲咱看。